大家好啦嚇，我係香港教育城嘅科技總監啦，咁我係雷正啦嚇，咁好高興今日可以同大家做一個分享啦嚇。咁而家學校好多都會用啲 AI 系統啦嚇，咁其實用 AI 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要考慮嗰個資訊保安。大家可以留意畫面啦嚇，咁我相信而家喺學界咧，其實大家討論 AI 咧嚇，咁通常諗緊點樣去部署個 AI 系統啦嚇。咁其實簡單去講咧，其實有三種嘅部署嘅模式嘅嚇。咁就係話擺喺我哋所謂嗰啲公有雲啦嚇，即係 public cloud 啦，或者擺喺私有雲啦，或者學校咧想成個 AI 系統咧擺喺自己學校擺喺校內所謂校內部署啦，即係我哋叫做本地 AI。咁其實唔同嘅部署方式咧，都有相應嘅一啲所謂資訊保安嘅考慮嘅嚇。咁我可以逐樣同大家去介紹一下啦嚇。其實我哋用 AI 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咧就會擺一啲資料俾個大模型嗰度去做分析啦嚇。咁通常我哋要避免嘅風險就係話可能我擺咗一個 Excel 表入邊有好多學生嘅個人資料嘅，咁我哋擺落去嘅時候咧。咁其實我哋就唔應該就咁直接擺落去嘅嚇。咁我哋通常咧就如頭先專員都分享過就係話譬如話一啲所謂學生嘅譬如香港身份證嘅 ID 啊、名啊，咁我哋應該可能用一啲方法去，譬如用個代碼啦嚇。咁我哋呢個過程咧就叫做去識別化嚇，即係將一啲個人資料可以識別到一個人嘅嘢咧，我哋就盡量抹走佢嚇。咁無論係公有雲又好，私有雲又好，甚至係本地部署都好啦嚇。咁我都建議咧，其實呢個所謂去識別化咧係應該做嘅嚇。頭先我講私有雲嗰度咧，其實有啲同事問係咩叫私有雲咧嚇？其實私有雲就係話學校咧想做一個 AI 系統，但係佢又唔想擺喺學校，咁佢可能揾咗一個供應商。個供應商咧，可能會幫佢打理嗰個電腦系統嘅硬件啊、軟件啊。咁學校去用嘅時候咧，就純粹好似經過互聯網接駁去用咁嚇。咁呢啲我哋通常就叫做私有雲嚇。另外我哋要考慮嘅就係話嗰個供應商嗰個政策啊。咁頭先專員都提過就係話嗰個供應商會唔會攞咗你嘅資料去做模型嘅訓練咧嚇？我哋一般嘅睇法咧就係話好視乎嗰個所謂風險評估嘅嚇。因為我哋講 IT 即係講資訊科技嘅保安咧，其實好多時咧我哋都係用一個所謂風險評估嘅角度去睇件事嘅，即係話如果我咁樣做萬一出咗事，我哋嗰個衝擊有幾大咧嚇？有時供應商個個都唔同嘅嚇，有啲可能佢嘅能力會高啲啦，佢嘅技術能力又高啲啦嚇。所以我哋就要一拼一籃子咁去考慮啦嚇。我哋視乎翻，譬如話，如果你係好同意，你知道去搜集你嘅資料，你都明白佢會做嚟做訓練嘅時候咧，咁當然你會接受啦嚇。但係如果你評價過，咦依間模型供應商其實都唔係好穩陣嘅啫喎，我俾咁多資料去做訓練，會唔會出事啊嚇？咁所以呢啲其實都係基於一個風險評估嘅一個概念啦嚇。咁所以我哋一般睇法就係話都唔建議俾啲資料嗰個模型供應商去做訓練，除非你真係好明白個風險，同埋你同意佢哋咁樣做啦嚇。另外就係話好多模型供應商咧，佢都會保留嗰個用家入嗰啲所謂 prompt 啊嗰啲提示詞咧，同埋個模型生產出嚟嗰啲所謂 output 咧，咁其實嗰啲供應商好多時都會保留呢啲資料㗎嚇。我都建議大家考慮呢啲供應商嘅時候咧，睇下就係話其實有啲供應商咧，佢會喺佢個政策講明咧，就係話零資料保留嘅，即係話佢唔會儲你任何嘅 prompt 啊，任何嘅 output 都唔會儲嘅嚇。呢個當然又係同一個説法啦，視乎嗰個風險嘅評估啦嚇。你如果係覺得佢儲呢啲 data 都唔係太大問題嘅，呢個當然唔係問題啦嚇。另外就係要考慮就係話嗰個供應商佢嗰個所謂 AI 個系統或者個大模型咧係擺邊。我哋建議就係話考慮埋個資料嘅主權啦嚇。最好就即係揀一啲去個數據中心喺香港嘅嚇。喺香港嘅好處就係話我哋起碼
受到我哋本地自己嘅一啲法規去規管啊，或者保障啦嚇，咁呢個最理想啦嚇。咁另外就我哋通常考慮 IT 咧，我哋都睇下嗰個供應商咧有冇一啲所謂資訊保安嘅認證。咁通常你做一啲大模型啊，一啲咁嘅 AI 啊，或者呢啲咁嘅公司咧，通常佢都有個數據中心嘅。咁個數據中心咧，通常我哋都會睇佢有冇啲所謂認證。咁攞到認證咧，就代表佢個所謂資訊保安有一定嘅程度啦嚇。咁所以我哋睇法就係話用公有雲又好，私有雲又好咧，咁其實都應該係攞到一定嘅認證咧，呢個先為之安全嘅嚇。咁另外就係話，我哋會睇咩咧？就係話你可能會聽過有啲叫做大模型嘅安全護欄啊嚇。咁其實咩叫護欄咧？一陣間我過幾張 slide，我會再詳細介紹嘅嚇。咁其實簡單去講咧，就係話究竟個供應商咧有冇一啲技術嘅閘門去保護住？譬如話我進入嘅模型嘅資料，或者我由個模型生產出嚟嘅資料，究竟係咪正確啊，或者有冇啲不良嘅嘢啊嚇？咁呢啲其實有啲技術上高，有啲所謂措施咧，可以去幫到做呢樣嘢嘅嚇。咁另外有個我哋叫做資料外泄嘅防護，英文我哋簡稱叫 DLP 啦嚇。咁呢個亦都係我陣間過幾張 slide 我會講嘅，就係話其實咧想像一個學校嘅環境咧，其實學校有好多資料嘅，有學生資料啊，有學生嘅成績啊等等嚇。咁其實而家個問題就係話可能老師去用一個 AI 軟件，咁佢部機上高咧，其實你知而家譬如話學校可能用一個微軟嘅 M365，又有個 Copilot 呢個 AI 工具，咁好容易咧就係話唔覺意咧，你裝一個檔案咧就拉扯咗去個 AI 個 tools 嗰度，咁啊將啲資料咧就俾咗個 AI 嚇。咁呢啲可能未必係刻意嘅嚇，唔小心都未定。咁其實因為而家 AI 工具咧同我哋日常嗰個電腦個台頭個工作環境咧係已經係好緊扣嘅。咁我哋其實都建議咧，如果學校有能力嘅話咧，就引入呢啲叫做DLP 嘅技術去保障一啲所謂資料嘅避免資料外泄啦嚇。咁另外就係話你部署嘅AI 系統嘅時候咧，都要諗翻就係話你嗰個 AI 系統個硬件咧。如果你用公有雲又好，私有雲又好咧，其實呢個責任咧係供應商去打理嘅。但係如果你話本地部署擺喺學校入邊咧，咁呢個 AI 嗰個系統啊，咁其實好大程度咧就係要學校要有個責任咧，去保障呢一個 AI 系統咧，唔會俾人偷咗啊。因為你知道你擺喺學校以為好安全啦，咁如果萬一有人爆咗入你學校嘅，成個 AI 系統拎走咗。咁你其實入邊好多資料㗎嘛嚇，咁呢個我可以簡單頭先咁講，就係分享下三種嘅部署方式咧，咁大家有啲咩嘢要去考慮啦嚇。咁頭先我講過咧，其實你如果去網上高睇咧，其實唔同嘅模型供應商你可能聽過有 DeepSeek 啊，有阿里雲啊等等啦嚇。咁其實咧佢哋都會話俾佢嘅用戶聽咧，其實佢會唔會佢哋會唔會保留？你哋嘅資料，即係我哋英文所謂 data retention 啦嚇。同埋佢會唔會攞你嘅資料咧去做呢個模型嘅訓練嘅嚇？咁通常佢都會將呢啲政策咧就擺咗上網上高嘅。咁你梗係未必想四圍去揾啦嚇。咁喺我而家畫面上高有個例子，即係我都係截錄部分嘅啫嚇。咁成個 list 好長嘅。咁大家有興趣就可以去呢個網址OpenRouter 呢個網址嗰度去睇啦嚇。咁佢好方便咧，就話俾你聽咧。唔同嘅模型供應商咧，佢嗰個嘅條款係點樣？咁喺右邊咧，我攞咗個例子俾大家參考啦。咁呢個係Google 嘅嚇，咁你知道 Google 都有好多唔同嘅大模型啦嚇。咁佢而家就話俾你聽咧，即係話俾用家聽咧，就係話我會儲低你個提示詞嘅喎，你個 prompt 嘅喎，我又會儲你入嘅背景資料嘅喎，模型生產出嚟嘅資料咧，我都會儲低佢嘅。儲幾耐咧？佢就話咗俾你聽咧，佢會儲55日嚇。咁如我頭先所講啦嚇，咁如果你好明白呢啲供應商係會儲低你嘅嘢嘅，甚至攞你資料做培訓即係訓練個模型嘅，咁而你又同意，你又明白個風險咧，咁你當然會係接受啦嚇。但係如果你覺得風險係喺處嘅，咁你就要諗下用唔用呢一個所謂個大模型啦嚇。咁有一個
有趣嘅現象。如果你睇左邊呢幅圖咧，咁你見到其實好多大模型咧，個供應商都話俾你聽咧，佢唔會攞用家嘅資料去訓練模型嘅嚇。咁你睇下保唔保留個數據咧，個 data retention 嗰度咧，你會見到有啲就話俾你聽咧，佢唔會保留你任何嘅資料，但係有啲咧就講得唔係好清楚嘅，佢就話我會保留你個提示詞、你個 prompt，但係就冇話俾你聽嘈幾耐啦嚇。咁所以呢啲要大家去小心去睇啦嚇。咁頭先我講過就係話我哋用呢啲大模型其實有個叫做大模型嘅安全護欄嘅嚇。咁呢啲其實係一啲技術嘅一啲所謂閘門啦。呢啲閘門咧，其實你可以想象就係話有前門、中門同埋後門嘅嚇。咁我用咗幅圖，希望去解説俾大家聽啦嚇。咁你譬如話你想象而家學校部署咗一個公有雲咁講啦嚇，咁有個 AI 系統啦嚇。咁佢當然就會用咗一個大模型啦嚇。咁喺個係AI 系統同個大模型之間咧，咁其實如果你個供應商係做呢個 AI 系統係做得比較周全嘅時候咧，佢會落咗呢啲所謂護欄喺處嘅嚇。咁個護欄係做啲咩嘅咧？就係防止個模型被濫用啊，亦都避免咗一啲敏感嘅資料外泄啦。同埋減低呢個模型出錯嘅風險嚇。咁我舉個例子啊，譬如話如果老師輸入咗一個提示詞，就係話請你幫我撈晒3A 班嘅學生身份證。咁因為呢個其實個模型有個前門嘅，呢個護欄咧就護咩咧？就係話佢覺得呢個提示詞係有問題嘅，佢直頭唔會將呢個咁嘅要求咧，去俾個大模型處理嚇，直頭係已經集咗噶啦嚇。咁中門咧就係咩咧？譬如話呢個模型咧已經係被設定咗噶啦。咁譬如話佢只可以根據教育局嘅一啲指引文件去答問題嘅啫，佢就唔可以個模型自己憑空想像去加一啲外加嘅意見落去嚇。咁呢個好處咧就係話，我哋確保到個模型咧，佢生成出嚟嘅資料咧，全部都係有根有據嘅，即係唔係一啲幻覺嚟嘅嚇。咁個後門咧就係咩咧？就係話，當佢生成咗資料出嚟之後咧，呢個閘門咧都會睇一睇佢生成出嚟嘅資料有冇問題。譬如話模型答陳大文嘅同學嘅成績咧就係85分。咁呢個後門呢個閘門睇一睇先俾用家嘅，佢睇咦唔對路喎。陳大文呢啲係啲個人資料，你開埋名，咁佢輸出嘅時候咧，佢就可能會變咗做學生成績為85分。咁所以我哋喺揀選呢啲 AI 系統嘅時候咧，就記緊睇下話有冇呢啲所謂安全個護欄咧，已經係植入咗你個 AI 系統入邊啦嚇。咁另外我會講一講咧，喺左邊呢度咧，你想象呢個就係學校個環境啦嚇。咁學校咧，頭先我提及就係話，因為而家學校個環境作為一個老師，可能你用 M365同個 Copilot 咧係好緊扣嘅。你做嘢嘅時候咧，可能唔覺意拉咗啲個人資料落個大模型嗰度，即係個 AI 工具嗰度。咁呢啲未必係理想嘅嚇。咁亦都有時可能就係話有啲人用心不良嘅，去即係想攞晒你成個學校嘅學生資料或者成績資料擺落個模型度嘅。咁呢啲如果你學校有啲所謂 DLP 咧，即係資料外泄嘅防護機制或者工具咧，其實都可以幫到一把嘅嚇。咁陣間我會再詳細講一講嚇。咁而家畫面呢個係例子，就頭先我成日講話出邊嘅供應商有啲大模型嘅安全護欄。咁其實係咩嚟嘅咧？咁我俾咗兩個例子大家參考下。咁左邊呢個咧就係我喺微軟 Microsoft 嗰個網站嗰度去截錄出嚟嘅。右邊呢個咧就係我喺阿里雲嗰個網站嗰度截錄出嚟嘅。咁其實大家都好了解啦嚇。咁頭先我講嗰兩間公司咧，都係一啲好大嘅一啲大模型嘅供應商啦嚇。咁其實佢哋喺佢個平台上高咧，其實係有呢啲所謂護欄嘅一啲所謂工具嘅。咁但係唔係所有 AI 系統咧都用呢啲工具。咁所以頭先我提及就係話，如果將來學校有機會，譬如話揾一個供應商幫你開發一個新嘅 AI 系統，佢又用到一啲公眾雲上高嘅一啲大模型咧，你可以問清楚或者要求清楚咧，就係話
究竟佢哋有冇加設呢啲所謂護欄落去個保障你成個 AI 系統或者成個大模型嚇？好，咁頭先我講除咗嗰個大模型嘅護欄之外咧，咁學校嗰個場景咧，其實都需要保護嘅，就係防止一啲資料咧外泄嚇。咁我哋英文叫呢啲叫做 data loss prevention，係簡稱叫做 DLP。其實呢個技術咧，其實以往就常見於一啲企業啊或者大機構，其實而家都係相對比較平民化啲嘅嚇。咁譬如話學校通常學校就好多時候都會譬如話用 Microsoft 嘅 M365，因為學校可以免費用啊嘛嚇。咁其實學校而家亦都可以用佢個 Copilot 一個 AI 工具，又或者你學校用 Google 用佢個 Workspace for Education 嘅入邊都可能有個Gemini 嚇。正如頭先我講，因為而家呢啲工具咧，AI 同一啲正常嗰啲文書嗰啲處理軟件咧，其實係已經撈得好埋嘅。個風險就係話可能唔係你刻意嘅，但係好容易咧，呢啲資料咧就會流咗去個 AI 嗰邊。咁我哋點樣去防止呢樣嘢咧？就係引入呢啲所謂 DLP 嘅工具。咁啊，攞翻Microsoft 個例子啊，咁其實佢有個 DLP 嘅一個工具叫做 Purview 嚇。咁啊，Google 都有嘅嚇，咁我唔讀出個名啦，咁大家可以睇畫面。咁學校如果有興趣，其實真係可能要考慮要部署呢啲工具咧，其實都可能要有啲功夫要做嘅。咁亦都可能要揾翻你哋嘅一啲專業嘅供應商啊，有啲可能要再特別俾一個所謂授權嘅費用。但係我就自己我就認為就係話喺而家 AI 咁普及嘅時代咧。咁資料嗰個保障咧，其實係要做得更加小心。咁所以有時呢啲咁嘅 DLP 如果可以用咧，我覺得就應該盡量去採納啦嚇。咁如果你譬如話我真係想了解多啲 DLP 嘅，咁 DLP 其實係做緊啲咩嘅咧嚇？咁譬如話舉個例子，譬如話可能有個教職員佢唔覺意一個 Excel 表入邊有好多學生資料，有身份證等等咧嚇，佢可能唔覺意用個 Outlook 諗住 send 去出邊一個 Gmail 嗰度嘅。咁其實咧，佢呢個 DLP 咧就會去閘咗佢嘅嚇，唔俾佢做呢個動作。又或者有啲資料咧，可能你想抄落個手指度啊，或者你想截圖啊，或者你想掉落去個 Teams 度啊，甚至你可能係用其他第三方嘅工具，你想 upload 一個 file 咧，去舉例啊嚇，譬如你想 upload 去 Dropbox 啊，或者你去 upload 去其他Google 嘅平台啊，咁呢啲咁嘅 DLP 工具咧，其實都有能力去偵測。入邊有冇包含呢啲所謂敏感嘅資料或者個人資料咧，從而做一個適當嘅一個動作，可能係停咗你啦，或者係俾你做，不過留咗一個記錄啊，等管理員再去覆 check 咁啦嚇。咁用如果真係要去部署 DLP 咧，或者去規劃咧，其實有10個基本步驟嘅。咁我可以簡單講一講下。咁其實頭先專員都講得好好啦嚇，其實好多嘢咧就係話我哋要制定一啲所謂指引或者政策嘅嚇，譬如話我哋學校用咩嘢 AI 平台，建議教師用咩 AI 工具，可以點樣用嚟做咩嘢嚇？咁其實我都最好真係學校可以定翻一份嘅指引嚇，可以俾教職員有個參考啦嚇。同埋我哋都覺得就係話 AI 咧其實唔係取代老師嘅專業判斷嘅嚇。其實 AI 係一個輔助工具嘅啫嚇，咁我哋學校推行 AI 咧，其實都最好有一啲特定嘅負責人啊、特定嘅老師去 in charge 成件事啦嚇。咁有咩事嘅時候咧，我哋都知道點樣去處理嚇。咁就另外要做呢個 DLP 嘅時候咧，其實學校要好清楚自己成間學校咧究竟係有啲咩資料嚇，有學生資料啊，有學生嘅評核嘅資料啊，有教職員嘅就職資料啊等等嚇。咁學校要有一個我哋英文叫做要做咗一個所謂 data inventory 或者一個 data 嘅 classification，即係做呢個資料分類咁啦嚇。咁同埋你要明白，究竟啲資料擺咗喺邊咧嚇？啊，原來你將學生所有成績咧，陳老師就擺咗喺個 OneDrive 度嘅，啲試卷咧原來擺喺個 Dropbox 度嘅，或者擺喺學校原來有個 file server 嘅。咁呢啲其實你學校係要好清楚究竟啲資料擺喺邊嚇。咁點解咁重要咧？因為DLP 嘅工具咧，
其實要發揮到佢個效用咧，其實係要先知道你有咩資料，你做咗個盤點嚇，知道邊啲係所謂敏感資料，你係要保護嘅嚇。咁好啦，咁我講咗咁耐，咁你大家可能好猶豫，咁其實呢啲 DLP 工具實質係點樣運作嘅咧嚇？咁想像譬如話，你公司可能你學校可能有一個Word 嘅文件或者一個 Excel 表，咁如果你啟動咗 DLP 個機制之後咧，咁其實你會有啲所謂標籤嘅，咁呢啲 label 咧其實就會黐喺份文件嗰度，譬如話你學校制定咗邊啲係公開資料，邊啲係內部資料，邊啲係機密資料。咁可能你有份 Excel 表咁你就會黐個所謂標籤落去啦。咁好似畫面呢度啦，你見到就係話，譬如話你啲叫做高度機密嘅，有啲係機密嘅，有啲係一般嘅，有啲係公眾資料等等。咁你就調校一個合適嘅 label 俾佢。咁呢個 label 好重要嘅，因為成個資料外泄嘅防護機制咧，就係因應你啲資料文件入邊呢個 label 去做一個判斷嚇。咁你可能問咁我學校冇咁多時間去落呢啲 label，咁其實呢啲 DLP 嘅工具咧，佢有能力就係話去掃你成個 folder 或者掃你成個OneDrive 咁講啊嚇，咁佢就會自動去 assign 呢啲 label 落去㗎嚇。咁對一啲所謂高機密嘅資料咧，佢仲會自動去加密添。咁所以成個保障咧係會做到好好嘅嚇。咁當你啟動咗 DLP 之後咧嚇，咁你其實需要制定一個所謂 DLP 嘅一個政策呢個 DLP 政策咧，其實我唔係講文件嘅政策，而係站喺 DLP 呢啲所謂工具入邊咧，佢通常有個叫做 DLP policy 嘅，就係話你要話俾個 DLP 系統聽咧，你係想點樣去限制個 AI 工具嚇？譬如話我唔想個 AI 工具咧。就咁自己可以撈我成間學校嘅文件，或者我啲電郵去做個分析，或者做個 summary。咁呢啲其實 DLP 係可以做到嘅嚇。咁甚至你有啲檔案咧，你唔係擺喺OneDrive，唔係擺喺 SharePoint 度嘅，可能你擺喺自己台頭電腦或者個notebook 嗰度嘅。咁呢啲 DLP 工具咧，其實去到一個成熟嘅位置咧，就係話佢其實呢啲。喺台頭電腦，佢亦都可以保護；喺雲端嘅文件，佢亦都可以保護。咁有咗 DLP 之後咧，就開始真係可以發揮佢個效力啦。就係咩咧？頭先我講過，因為而家老師個工作台頭可能去製作文件，同個 AI 工具咧，其實已經好緊扣。咁有時可能係唔覺意，我拉扯咗個 Excel 表落去個AI 工具，譬如 Copilot。或者你 Gemini 咁講一下，咁佢個 DLP 咧就可以即時做一個動作，就係話去阻止你做呢樣嘢。咁佢阻止嘅同時咧，咁呢啲 DLP 嘅工具咧，亦都可以提醒翻個譬如話個教職員我點解攔截你啊？原因你呢份文件入邊包含咗啲個人資料嚇。咁成件事咧，其實係會係好清晰嘅運作原則之下去進行嘅嚇。咁有咗呢個DLP 嘅工具之下咧，咁其實我哋亦都可以避免咗可能係一啲人為錯誤啊、唔小心啊，甚至一啲人係刻意我想偷學校啲資料嘅，我就 send Gmail 出去，咁呢啲亦都可以即時可以攔截咗咯嚇。咁頭先我講過，而家學校好多檔案咧擺咗喺雲端嗰度嘅嚇。咁我哋建議就係話用 DLP 咧，其實都要留意翻就係話你擺咗啲文件落個 folder 嗰度，你有冇定期去檢查呢啲咁嘅資料嗰個存取嗰個權限，會唔會你將一個 folder share 咗俾成間學校嘅老師，甚至唔覺意俾埋學生嚇？咁呢啲其實係需要去定時去檢視嘅嚇。咁同埋有時可能你以往可能有個檔案你 share 咗俾出邊街外人嚇，可能俾你個供應商都未定嘅，可能有個 Excel 表 share 咗出去。咁呢啲你有冇適時咁去中斷翻呢個分享咧嚇？咁所以其實我哋建議就係話學校應該去要審查同埋限制呢啲所謂資料嘅儲存嘅嚇。咁點解咧？因為 AI 工具咧而家越嚟越犀利啊嚇。咁如果你唔做好呢個保障咧，個 AI 工具咧就好容易即係
你收埋喺台底一個 folder，佢可能都會有個能力咧勾翻出嚟，甚至幫你做埋一個 summary 一個總結，咁就唔覺意將一啲可能私隱嘅資料啊、機密嘅資料咧暴露咗出嚟咯嚇。咁頭先專員都有講過，其實咧用 AI 咧，其實係需要一個持續嘅風險評估嘅嚇，亦都需要一個監察。咁而家好多 AI 工具咧，佢都好成熟嘅，就係話佢有個所謂visibility 一個透明度，就係話我開放咗個 AI 平台俾學校去用啊，俾老師去用。咁其實係用成點咧？咁其實好多 AI 平台咧，譬如話頭先我提及嘅，譬如話 Google 嘅嘅平台啊，或者 Microsoft 嘅平台咧，咁佢都有個工具，又或者有個界面咧，係俾你監察翻而家 AI 個使用狀況。咁你可以到時到後，譬如睇下，咦有冇啲唔尋常嘅嘢啊？如果有嘅時候咧，就要做翻啲適時嘅跟進啦嚇。咁呢啲係一個持續嘅一個所謂風險管理啦嚇。咁另外就係話資料咧，萬一真係不幸外泄咗咧，其實我哋都經常講就係話要有個應變啊，有個事故處理嘅措施啦嚇，或者程序啦嚇。咁喺 AI 嘅世代都一樣嚇。咁其實AI 工具咧我可能問咗個 AI 遞交咗啲 prompt 俾佢，去 output 咗啲嘢俾我。其實視乎你嗰個系統嗰個設定啦嚇。咁有啲AI 嘅系統咧，佢可以原汁原味咧保留翻過往啲用家提問過嘢啦，生成出嚟嘅答案啦，佢可以完整保留。咁目的係咩咧？就係話萬一真係有啲問題發生嘅時候咧，做追查或者做調查嘅時候咧，咁我哋都有一個完整嘅資料啦嚇。咁呢啲其實就係話我哋如果將來係要做到審計或者做到一啲出咗事要做調查嘅時候咧。咁我哋呢啲咁嘅 AI 平台，如果可以提供呢啲咁嘅所謂 log 咧，一啲日誌啊，或者呢啲 logging 咧，咁就係必要嘅一啲措施啦嚇。雷總監，唔好意思，仲有2分鐘嘅時間，唔該晒。好 OK 嚇。另外我跟住想講下就係話其實市面亦都係好多 AI 工具咧，其實都係我哋覺得係唔安全嘅嚇。咁喺一個學校嘅環境咧。其實我哋都應該比較明確啲，就係話可能同教職員講，我哋唔建議你哋用咩工具嚇。咁或者我哋話俾教職員聽咧，你應該避免將一啲學生嘅資料直接 copy and paste 擺落去個 AI 網站嗰度嚇。咁如果你真係要做呢啲咁嘅分析嘅時候咧，就唔應該直接將啲個人資料擺落去啦。咁應該可能做代碼化，或者去識別化等等咁啦嚇。咁好，最後一張 slide 啦嚇。咁頭先專員都提過，其實就係話其實我哋用 AI 同埋做呢個資料保護咧，其實都係需要為我哋嘅教職員咧提供適當嘅培訓，同埋制定適當嘅指引嘅嚇。咁呢個其實係一個持續嘅一個動作啦，亦都可以提高學校嘅教職員一個資料保安嘅所謂意識嚇，亦都減低咗資料外泄嘅風險嚇。咁我今日主要分享嘅係咁多啦。咁一陣間有個問題環節，我先至再詳細解答大家嘅問題嚇。